使徒行传第28章。我哋平安上岸以后，將地嘅島按到馬爾他，喺在島上嘅人對我哋親熱情，因為幾時落雨，天氣又冷，佢哋就起火來接待我哋。保羅拈一把草，放在火地背，有一面禿沙，因為親手就鑽出來，殘等佢嘅樹。島上嘅人看到嘅米沙掉在保羅嘅樹上，就彼此講：兩人一定係兇手，雖然對海地背得救上來，天理還係唔准佢上。總係保羅將嘅米沙放落火地背去，並無樹上去。大家等等佢嘅樹種起來，也係忽然望落去死體，總係等清久，看佢平安無事。就改變想法，講：佢係神明，離嘅地方無幾人，又將鋪白了，又到天神，佢分享愛到，神心寬待愛到3日。幾時鋪白了嘅阿爸熱到有奧利度，睡在眠床，保羅去佢嘅房間，為佢祈禱，安舒醫好佢。因為安樣，島上所有嘅病人就攏總來。全部也得到醫好，佢哋送我哋千道禮物，到開船嘅時，又將我哋路上所需要嘅東西送到船搭。過3個月，我哋坐上一隻對亞歷山大來嘅船，呢隻船用舊時嘅船胞胎做記號，係停在嘅海島高檔嘅船到是拉古，我哋在嘅位停頭3日，然後又開船到呢基王。天日有南風，所以2日內就到鋪條里，在嗰位遇到一條兄弟姊妹，佢哋請我哋停留1禮拜，然後我哋就去羅馬。羅馬嘅兄弟姊妹聽到我哋嘅消息，就到阿比烏斯留3個人來迎接我哋。保羅一看到佢哋，就感謝上帝，更加得到勇氣。我哋到羅馬以後，保羅得到許可。留嘅看守佢嘅兵呢，係在另外一個所在。過3日，保羅請當地猶太人嘅領袖來相見，佢哋來到，保羅對佢哋講：各位兄弟啊，雖然我冇做乜嘅事來得罪同胞，也係違背祖先嘅規矩，冇想到我殺在耶路撒冷本人作來關，又押送去交本羅馬當局。佢哋審問我，總係尋唔到我有乜嘅該死嘅罪，想去表我，總係猶太人反對，逼到冇辦法。我只有上訴皇帝，並唔係我愛國同胞乜嘅。為到呢個緣故，我要求同佢哋見面講話。我所以帶定呢數年，原來係為到以色列人所盼望嘅計劃。佢哋對保羅講：關係你嘅事，我都冇對猶太接到乜嘅信呢，也冇向天對該位帶乜嘅消息來，咩冇講你乜嘅壞話。總係我都想愛聽你親口講你嘅看法，因為我都比你所屬嘅教派係在特所在數人攻擊嘅，所以佢哋留保羅約天日嚟來指揮。今日有千多人來保羅迄個所在，從早到暗，佢對佢哋講解上帝國嘅道理，並印證摩西嘅法律，留先知書，勸佢哋信耶穌。有啲人信佢所講嘅，有啲人唔信，彼此意見唔合，佢哋就散會。忙散開以前，保羅講一句話，講：聖靈通過先知以賽亞對你哋祖先所講嘅冇唔錯，你去留呢個子民講，你哋聽了又聽，總係唔會入耳；看了又看，總係唔會了解。因為呢子民嘅心侵吞，佢哋用耳講背背，目睭濕濕，那唔係安樣。佢哋嘅目睭會看得到，耳講會聽得入耳，心也會明白，佢哋就會回心轉意，我就會醫好佢哋。保羅結論講：所以你哋應當地，上帝拯救嘅道理已經傳遍外邦人，
佢哋反轉會堂。保羅在自家所率來嘅屋吃2日，所有來訪問嘅人，佢隆重接待，佢大膽宣傳上帝國嘅道理，將關係主耶穌基督嘅事情告訴人，無受到乜嘅阻礙。